伫香港，因有13座粪扫掩埋场，啊，毋过强要甜啊！逐工的粪扫内底真侪拢是塑胶粪扫。即马香港政府已经对外宣布，对明年4月2日世界地球日开始，规定店头袂使佮提供用一届就断掉的塑胶餐具。所以即马香港有咖啡店已经开始免费提供白铁的杯仔，借人客用。 伫香港啉咖啡，即卖会当更加环保。这间咖啡店提供白铁杯做酒，只要下载定式扫描 QR code 就会当免费使用。杯仔登记办公室来当。营业港府自明年4月2日地球日这一天起，会禁止当地28000外间餐厅加店家提供用得断的塑胶餐具。其實可以慢慢去改變，但係你如果嗰間鋪頭係真係有得去，我回收翻個餐具俾佢嘅話，我係 OK。 係冇乜問題呢個，即係好似我嚟 Coffee and 呢度飲都係借杯，都已經知道有借杯之後，我就冇再用過佢嗰啲膠杯、紙杯嘅。香港政府推動限塑政策，主要是因為當地塑膠糞掃泛濫。2021年，港府平均每工要處理2331棟的塑膠糞掃，相當約70隻，成年大是海洋的重量。 即馬13座糞掃掩埋場已經低袂落去，另外3座有計到2023年底就會囤滿。環保人士認為，唔應該放棄一擺性塑膠餐具，凡是用過多單的材質，包括做杯仔也應該減少使用。像台灣提供拍謝優惠，鼓勵民眾家己炸環保杯也帶啲參考。台灣推出咗個政策之後，自備杯商家要提供5元台幣差價優惠嘅，係啦，咁就令到佢哋 自備杯嘅率咧係由6% 升到去16%嘅，係啦，咁你都會見到其實一個政策嘅推動咧係會變到好明顯嘅成效。公司新聞曾慧敏編譯。